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今年入冬了后，天气稳定，高丽菜大出，而且品质真好。台中五彩区农会特别举办高丽菜大放送，只要炸农会价金铺啊，就会当领一粒的高丽菜。 早起7点外，就真侪人伫排咧，大家手内拢摕一本农会价金簿啊，因为五彩区的农会为了回报会员，并且支持台湾的农产品，特别举办高丽菜大放送，只要提出农会价金簿啊，就当免费领一粒高丽菜。很高兴，领妹的很高兴啊，又很大颗，高丽菜很好吃，吃得很营养啊。 农会表示讲，今年入冬了，天气真稳定，高丽菜品质真好，产量阁增加。为了协助农友销售，并且推广在地农业，特别买500箱高丽菜来送给会员。来回馈我们乡亲啊，也鼓励大家吃当季，支持我们在地农业。除了送会员以外，农会嘛将一箱一箱的高丽菜分别送到真济社区的关怀点，或者是大家菜。 那希望加强甲社区的交流嘛，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台湾的农业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